加拿大揚翼航空 Sunwing Airline 網絡系統出現技術故障，導致幾十班嘅航機延誤，大批嘅旅客滯留唔同嘅機場。何家碧報導。喺皮爾遜國際機場，過百名新榮航空旅客一早滯留機場內，部分原定尋晚起飛前往坎昆，但班機一再延誤。新榮航空網絡系統出現故障，影響登機手續，至少40班航班受影響，部分延誤12小時以上。其中10班從皮爾遜國際機場出發嘅航班，大部分延遲1日上機，又或者係上午8點機改為下午4點幾。航空公司發表聲明，對旅客旅遊計劃造成影響深表遺憾，正同技術供應商盡一切努力解決問題，呼籲乘客前往機場前先檢查航班嘅狀態。喺社交網絡上，大批旅客貼文指尋日開始滯留於坎昆機場，等候多個小時，但冇收到航空公司資料。部分旅客抱怨，雖然被送回酒店，但酒店表示已經冇房。航空公司表示喺必要時會同目的地嘅管理公司協調酒店住宿同埋機場接送替代服務。目前正盡最大努力通知乘客對佢哋航班嘅影響。